各位乡亲，今日来到一个台湾的新北片，来到基隆哦。我访问的是国民党的基隆市长常胜元车立功参选人，您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车立功。基隆其实它的客家人口，不算多，说多大概有6万，对不对？那可是比例上大概是1:5。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会认为的客家庄。那其实以一般乡亲的认知，客家相关的消息，其实在基隆也不是那么的多。那在您看来，就是基隆的客家它是隐性的吗？其实您刚才讲到隐性或显性的问题哦，我倒是有一些感触啊。据我所查获，就是说所了解的一些资料，或者听到一些客家朋友跟我讲。在早期，其实来到基隆的一些客家朋友，应该算比较隐性，但不是全部。有些人其实他们不见得会说他是是客家人。那可能这跟过去的有一些，因为我们很多客家乡亲其实就很吃苦耐劳，然后来到异地。其实我觉得跟我现在很多人讲就是说。譬如说，我以前在移民署，大家讲到移民，那本来就是先来后到，可能分很多波。像在基隆的客家朋友，譬如说在暖暖这一带，可能就是在铁路局工作的比较多。那像中船，现在叫台船，在中正区那边，所以很多人是住在那一带。那我知道开药房的也不少，那可能他们从事不同行业可能就会就近在那边居住。那我其实我也蛮好奇，我觉得这也是我未来一个很重要想要努力的方向哈，就是为什么以前它相对而言它会比较隐性的？这个原因我觉得蛮值得探讨的。那其实基隆目前就是没有专责的客家单位，是用委员会的形式。那其实可能乡亲朋友之前看到新闻也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基隆的市长的参选人大概都会希望说，以后可以有一个专责的单位。那您现在的想象是，它如果是一个客家事务科，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规模？大概要做哪些事情？是现在的客委会，因为它是一个任务编组，所以大概。简单说，任务编组就是不会有专责的人力。那我觉得成立专责的单位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很多客家乡亲可能很多的需求，只是一个任务编组，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的兼顾得到。因此，如果成立一个专责单位，无论是您刚才说的客家事务科，或者我们一个叫做客家文化科，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考虑。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设在文化局，因为我知道有的在民政，有的在文化都有。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凸显客家文化这个部分的话，那它可能设在文化局，可能更能凸显它的意义。那照您接收到，就是客家乡亲大概会有哪些需求，需要这个专责的单位去做哪一些事？是，一般来讲的话，既然是专责单位，它就是会把所有客家相关的事务，它都可以一起来做。譬如说，它一定需要有个科长嘛，可能会要几位科员，那可能会有一些外面约聘雇的熟悉客家事务的人员一起来参与。那除了这个所谓的中整的概念以外，其实很多譬如说文化面的。或者他们最直接来讲，有时候办活动，好，那因为现在都讲小而美的政府嘛，哈，其实政府大概也不会说包山包海什么都做，所以相对我们很多民间的团体，它是非常活跃的。如果可以把一些经费来提供给我们这些客家团体来举办一些活动，那再加上市府本身也很负责任的成立一个专责单位，然后。也有这样人力去协调、去中整相关的这些工作的话，我相信对客家乡亲的帮助绝对是很大的。那以目前委员会的大概，其实1年的经费大概100万左右，100万而已。那其实当然不够。但是以您的想象，就是之后的专责单位，它大概要到怎么样子的规模才是您觉得是足够的？我初步请教了我们一些客家的乡亲哈，他们有些是一些团体，
那还有像文化局的局长，我也请教过。我初步估计第一年哈，就这是第一年，至少应该要有500万的预算。这其中一部分当然是人事，另外一部分那就是活动的费用，因为有的时候必须要靠举办活动，去让大家去了解哈，去有所感触哈，因为有的时候活动我觉得是可以蛮吸引人的哈。那这是第一年哈，未来呢第2年以后，我觉得就要看我们业务增加的情形。好，那应该还要再逐年的来调整增加。我记得在之前基隆市的艺名季的活动，您有提到一个故事馆吗？对。那您要不要提就是这样子的想法？其实这跟我刚才讲到那个早期我们客家乡亲移民到基隆来的这个故事是有关的哈。那我其实因为我周边很多客家的朋友，我知道客家朋友真的就是除了要吃苦耐劳，很有义气啊等等，有很多的优点哈。那但他们来的这个过程中哈，可能先后来到基隆，每个人都有一些或许就是所谓酸甜苦辣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些都蛮值得去记忆的。那同时我觉得据我所了解，现在语文的这个部分，下一代的年轻人，客家年轻人，是不是都有学哈？或者说，要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发扬光大，那就必须用一些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模式。那其实说故事是很轻松的因为你如果很正经八百的叫他拿着书，你要读什么样子，那种介绍的方式，因为我自己以前当老师，我在想。你用什么一些很容易让别人接受的模式，所以我才想到，那因为正好我们西岸的码头这边哈，有一些历史的建物，那如果在历史的建物里面能够来说故事，或者有一些无论是你看你怎么去设计了哈，比如说你的可能是用比较动态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用点的啊，或者墙壁上应该挂些什么啊。其实我已经可以想象到那样子的一个空间，如果做这样的一个搭配，而且基隆是一个国际港，我觉得不只是基隆现在的客家乡亲的问题，我还希望这个基隆是台湾头，既然是头，我们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让外国的游客，像各位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经常很多邮轮，我觉得国际邮轮、国际的旅客到基隆。如果可以到客家的这个故事馆里面去，我觉得也是把客家文化可以发扬到全世界。所以说不定未来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需要双语的甚至多语的？那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因为我们就在海港边，就在一个国际港边。那我们又说要发展观光，同时又去推展客家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元的效益。其实就看我们有没有去动脑筋来思考，怎么样来传承客家的文化。的确，它结合您说台湾头，然后是海港，它结合跟海有关，跟国际好像更能够结合。它的确是一个还蛮新的想象。那它到时候会是这个客家事务科里面去负责吗？去负责做这件事？当然初步来讲的话，有专责单位，它就可以比较去等于去中整这些事务。但是我觉得未必是只有一个客家的科、客家事务或客家文化科来做，因为有些事务只有一个科可能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按照我过去的就是说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的经验，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各方的力量。因为我刚才就想到其中几个客家团体，其实他们都很有活力，而且很愿意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可以结合客委会有就是行政院客委会有它的资源在，如果可以结合在地的这个地方政府的力量、民间团体的力量，我觉得那样子才比较可以做得更具规模，而且未来它的效益也更可预期会更好。参选，您是第一次就是跳到选举里面。
那这一阵子的历程啊，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就是每天行程非常满，然后要去接触以前不会接触的很基层的民众。是，当然这个选举来讲的话，跟我过去的这个行政的经验，或者是在大学教书的经验是不太相同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这个经验是可以采用的。譬如说，因为大学教授的这个角色，他其实就是比较能够去吸收多元的这些叫知识也好，叫常识也好，他就会比较有那种吸收的能力、消化的能力，甚至转换成未来要做事的那些一些元素在里头。那当移民署署长的经验来讲，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是可以说可以使用得到的。因为当一个地方的首长的话，要经营一个市政府，其实像我这次打出的，我们就是 CEO 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市民才是头家，那我其实就扮演类似一个执行长的一个角色，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把市政建设能够发挥到最高？那其实很重要，就是我过去有我的行政经验，所以那些看起来是好像没有那么直接，其实都有关联。对，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我在一些民间团体担任过秘书长跟执行长的工作，所以我对客家团体他们在经营上面，他们所面临到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常常是很有强烈的这些一些动力，想要做一些事情哈。但是如果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那他如果没有这些资源，这就是公部门必须要提供。因为我们要感谢客家团体，因为他在做公部门的事情，否则的话没有这些民间团体，公部门也没办法做。他的人力可能会不够，或者就像我们刚才讲小而美的政府，他可能说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委外，本来就是应该结合各方的力量，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未来我也会好好朝这方向来做。所以选举虽然这个打的这个会很辛苦啊，但是我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在那边，而且这个美好的愿景是我希望这个愿景带给基隆市民所有，当然包括我们客家乡亲，未来长远的发展是有利的，让我们重拾我们基隆人的骄傲。其实基隆这次因素蛮复杂嘛，就是之前媒体都会说三强鼎立啊、三国演义啊这样子。那这次那么复杂的状况啊，那候选人您是就是你也只能做你做的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目前看起来，其实您的对手就是民进党这边，其实他的基本盘是还蛮稳固的。那您这样子打，因为您有一个亦敌亦友的，那您这样子打，您觉得他的基本盘会有什么样子变化吗？我想我看到的是11月29号那一天，中间这些过程中，当然我起步比较晚，但是中间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它会产生一些变化，它可能会有一些事件而产生一些化学的反应哈。那我觉得这个选情其实一直是在变化的，但是我很乐观的来朝正面来思考，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乡亲其实会去思考未来是谁才能够带给基隆市比较好的发展，因为是谁才具备这样的能力，或者是条件，或者清廉度，或者执行力等等。我相信我只要把这样子的人格特质，把过去这样子行政的经验，把各种条件摊开台面上，大家比一比的话，我觉得我绝对是这几个人里面是最好的。所以我会在这段时间内想办法把我的优点让所有的市民了解。好，非常感谢。也刚才洪情嘅数款，我哋还会继续访问其他的长线人，也请乡亲持续收听。
日好，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给基隆市长常胜元林佑聪参选人，您好。你好，客家乡亲，大家好。您其实是基隆土生土长的在地人，是。那基隆将近1成的客家乡亲，在你小时候有记忆的连接吗？那到现在有没有改变这个客家基隆的印象？我的印象里面，其实基隆的客家乡亲，其实它分布的比较散，比较散。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其实比较少说有特别的客家的意象，不像说基隆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它有眷村，那就很多的外省籍的这个伯伯啦、阿姨啊、姥姥他们住在一起。那客家的乡亲其实因为分布也比较散，所以这个文化就是说群聚的那种氛围，其实比较不明显一点。那到现在呢，就是可能从有客委会、客家电视，慢慢客家好像比较常被提及。对。那基隆的客家，尤其您最近勤跑基层，客家乡亲有让你比较有印象了吗？就是这个客家有没有比较凸显？其实我因为不只是这一次参选基隆市长，我在2018年的时候就参选了基隆市的市长，然后2012年参选基隆市的立委。那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年都会去参加客委会的所举办的一些活动包括他们在文化中心全面办的像艺名季啦，还有他们成年礼。那还有这个会在这个我们郊区会办童话季等等，我也会去参加。大概比较接触的都是大概这一类的一个活动。现在基隆市政府也有客家事务委员会，它不是正式的人物编组。那其实每年经费也不多，可能就大概100万这样。那当然，客家乡亲的比例不多，你说要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跟经费去经营。好像也不是很合理，但是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编组，然后有这样的经费，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您对基隆客家在地的文化的经营有什么想法？我想其实倒不一定说是用人数的多少来去决定说我们关注的这个一些力道，而是说应该站在一个关心文化跟关心这个群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然后怎么样给予一些协助跟这个真正他们所需要的，然后给予一些资源。但是基隆市长期以来很可惜的是，因为预算的年年都打8折，那一直打8折的结果就是说，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要办一个像样的一个活动都很难来举办。那所以也让很多的客家的乡亲认为说他们好像没有受到一个重视。那我想关键还是说在预算跟在资源上面。那至少如果佑昌有机会当选基隆市的市长，至少我不会让这个预算再继续的每年打8折。那更希望说能够逐年的把它恢复到过去的一个水准。我想这是对我们客家族群的乡亲的一个诚意，跟我们重视客家文化的一个态度。除了说您希望经费跟它的组织不要散掉以外，在可能很多是活动，大部分可能想象是办活动，但是办活动可能有一点像烟火，就是可能每年1次大概就没了。那您对客家文化的传承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想因为我观察到了，与其说这个花比较多的一个经费，然后这个办一个像放烟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倒不如也许我们可以反过头来深入到各区，用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方式，就是乡亲聚会的一个方式，增加这些我们客家乡亲互动接触的一个机会。我想这会比花大钱去办大型的活动来更符合现实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那在预算有限的情形之下，我相信多接触、多互动、多有这个增加活动的一些密度，也许它是小型的，但是增加它的密度，我相信会比办一场大
大的或者一个比较大花很多钱的一个活动，可能效果会更好，也更符合乡亲的一个需要。刚刚您提到就是您上一届的县长，然后立委，其实您都已经有参选，然后其实您的得票数都已经是超过预期的，而且一年比一年还多。那这一次又加上国民党是分裂的状况，其实还蛮多人觉得您其实唾手可得。您怎么看您的选情？我想现在从各方各媒体还有各方的一个民调上看来，当然我们领先的幅度是还蛮大的，但是这个不是因为对方竞争对手的一个分裂，因为其实我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耕耘努力了6年多的一个时间。那我个人的一种态度就是做给大家看，然后用行动来取代我们讲很多这个浮华或者好听的一些话。所以其实基隆的市民虽然传统上过去是蓝大于绿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家会听其言观其行，会去观察右昌在过去所一直以来的一言一行。那慢慢的大家会因为了解，然后而信任而最后能够支持。所以这一次从去年底我还没有正式提名之前，其实我的民调就 TVBS 做的民调，我就赢黄议长1个百分点。那听起来1个百分点好像很少，可是在以前的话，我大概都要先输个15个百分点所以那个时候1个百分点，然后后来到今年年初3个百分点，后来到5个百分点，那一直到黄议长发生这些状况之前，大概我的民调赢到7.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用传统过去所谓的蓝绿的一个板块来看待基隆的选举的话，我相信会看不清楚基隆这一次的选情的状况，因为基隆在过去是一个最繁荣、最进步、最美丽的城市，但是在国民党长期执政之后，却变成一个吊车尾，然后最不快乐、最不幸福这个最失业率最高的一个城市。所以基隆人现在其实已经不分党派，大家其实只有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基隆能够改变，希望基隆能够摆脱现在的不光荣，希望基隆能够恢复像过去40-50年前那种荣景，然后跟那种光荣感跟骄傲感。这次很多人说其实是民进党10几年来，就是李金勇前市长以来，可能民进党最接近基隆市长的一次。那如果说您真的当选了基隆市长，整个基隆市来说，您最希望怎么样去说改造吗？或者是您要打造基隆市成为什么样的城市？就是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啦。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一个城市我常常讲，这个市长其实跟当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跟当一个国家的总统，其实虽然位置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它的道理是相同的。就是说，你这个领导人，你不能，这个董事长不能去做公有的事情，这个市长不应该去做所谓的作业员的一个事情，这个市长就要当这个市长，这个董事长就要当这个董事长，他要把这一家公司、这个城市的一个目标跟愿景，要很明确的定义。那基隆的未来就是应该要变成是一个小而美、小而精致的一个城市，变成一个人文之都、艺术之城。因为基隆地方小，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比大，我们只能跟人家比深度、比精致。那基隆有一个好的一个条件，是因为我们位在全台湾最富庶的一个区域，全台湾有2/3以上的财富是集中在北部区域，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基隆，其实是全台湾最富庶的一个城市。那更不用讲，基隆是一个港都。那我们应该以这个大的都会作为我们的一个依靠，然后发展这个港都城市的一个优势。那特别是像这样一种都市的形态，在国外的话，一定是生活水准最好、环境最美、观光服务业各行各业最发达的一个地方，绝对没有像基隆这样子吊卡位的事情。您觉得最主要问题在哪里？其实基隆不是我们看到国外想象。其实我刚刚讲就是说领导人，很多人问我说基隆要从哪里改变？我说很简单，从市长开始改变，从脑袋开始改变。
因为你观念如果不改变，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拟定你的计划、你的策略、你的目标，你看不清楚世界变得怎么样子。就像一家企业看不清楚有整个竞争环境的一个改变，你当然这家企业的竞争力会低落，就像一个城市会低落一样。那其实基隆这几十年来的状况，其实就像这样子。那我过去在行政院院长办公室服务，那管理所有的一个国家的重大的一个政策，但是基隆为什么拿不到建设的计划跟预算？一个关键就是基隆市争取预算，市长都是用嘴巴讲，但是提不出具体的计划来。所以即便是中央这个给你口头上的一些支持，但是你没有计划，你根本就不可能编列预算，更不可能执行。那更不用讲说这是一个全球竞争的一个年代，城市跟城市在竞争。基隆市不是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基隆市要跟其他的县市比啊。所以当今天基隆市好进步了一点点，可是其他的县市进步10分，那这个就是相对的退步了。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不一样的竞争的态势之下，过去的那种齐头式的平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市长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把基隆未来20年、30年甚至50年的一个发展的愿景要拟定出来，然后一任接一任的市长，还有全体的市民，大家一起往共同的一个目标去前进、去努力，那这个城市就会慢慢的一个改变。如果要讲你一项最重要的政见，你会说是什么？我还是强调其实观念。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了，其实很多重大的建设，我们都应该去做，但是观念如果不变的话，什么东西都动不了。在前一阵子，前几个礼拜的新闻有提到，这个基隆港务公司要在基隆港东山东四码头盖一个航港大楼，可是基隆市政府跟他要14亿的回馈金，最后砍到剩4亿，去到交通部，被交通部长叶匡时先生就是很生气的说，港务公司在全台湾各个港口投资，没有人要回馈金的，那为什么基隆死要这个回馈金？最后这个案子停下来了。那受害的是谁？受害的是所有基隆市民跟基隆这个城市的发展。那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争取所谓的回馈金，而是争取回馈金这个钱，争取这个钱不一定是对基隆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应该支持港务公司在基隆的投资，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联合来投资，联合来建设。或者说用换地的一个方式，或者用其他合作的方式来取得这样子一个回馈的一种力量跟机制，不一定是要钱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实质的取得这个外部的一个资源。那我觉得我其实在讲说，其实这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观念，观念必须先改变，那什么都改变。您是指就是其实有很多您看到的基隆有很多别的发展的选择，但是都没有被列入考量。是啊，对，它有很多可能性啊。就像我刚刚讲，应该变成是一个人文之都、艺术之城。其实最好的一个投资就是教育跟文化，而且比较快可以看到一些成果。那硬体的建设，我们必须做整体的规划。基隆市这个城市是一个老的城市，它整个城市的结构非常老旧，那它必须推动都更。可是基隆市现在并不具备所谓的都更的一个机制跟条件，为什么？基隆市没有一个专责的一个都更的一个单位。第二个，它没有策略。为什么没有策略？在我们的专业里面，其实都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是在台北、在台湾，或者是说在其他国家，它一定会找一块成功几率最高的一个基地，然后旁边有公有地，一起整合，一起开发。那基地的面积越大，其实它开发出来，或者说它做都更的一个结果，它的效果会越好。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基隆，其实嘴巴都讲都更，但是其实并没有去建立它的机制跟条件，所以当然什么东西都推不动。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说，你必须观念先改变，然后拟定计划、拟定策略跟方法，你才有办法推动执行。
不然都只是空口讲白话，讲太多的政见也没有用。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嗨，谢谢，谢谢，谢谢。也非常感谢。